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3，箴言21章50安尼讲：温群计划的得到重生，独独造成的会致到欠缺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温群计划无造成做代志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、信实公义的活命主宰。你用智慧创造万物，用能力统管世界，佮用主爱引带阮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耶稣基督内面赐下救恩，互阮无过倚靠家己，乃是伫你的恩典中，重新得到快乐。主啊，愿要学乐称颂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温群佮智慧的心，互阮面对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甲服侍时，知影安静祈祷，心中思考，并且照你的旨意来做好规划。求你保守阮，无因为忧虑来急躁，也无因为贪心来冒险。当阮面对重要选择的时，互阮听候圣神的引带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